家己烦恼乡内面的无日照中心，一寡适应的时段，进前拢爱等隔壁乡镇的日照中心，甲这中昼顿煮好势才送来烦恼。系因为运送时间较久，送来饭菜定定拢是冷的。为了要照顾在地时段，安都基金会伫咧当地成立日照中心，结合民间企业的资源，互烦恼的时段，中昼顿也当食到烧乎乎的饭菜。拄款好的饭包，一个放入去车的内底。还未到中昼的时间，志工连面都爱送出去，互一寡适龄的老大人或者是低收入户的家庭，会当食到小小的中昼顿。厝内无人煮啊，中昼时啊，阮母也是较会，阮是拢较凊彩啊，真侪是拢爱买啊，再咧买较买到鸡肉饭。真大心啦，拢关怀这弱势加老人。家己县的烦恼乡进前送餐服务的饭包，拢是为附近的乡镇送来的。安道基金会今年3月进驻烦恼乡，要成立日照中心，拍算4月启用，也未启用，就企业捐一台车，互日照中心的厨房会当先主导照顾在地的老大人。大部分拢是身心障碍，甲老人身心障碍的部分有的是精神障碍，各有一寡一些智能的，还有就是认知障碍的个案的长辈，伊甲阮讲一句话，伊讲，因为进前因人手无够，所以拢9点外就送来互阮啊。9点外送来时阵，搁下昼要食，迄饭拢已经冷的啊。除了送中昼顿，未来日照中心嘛规划增加暗顿的服务，而且这台车平常时嘛会当做交通车接送老大人。家己县社会局表示，全县357个村里，目前只有52台交通车，相关的资源确实也无够，会过来争取更较侪社会资源，甲照顾时代的工作做好，实现在地老化的目标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